各位朋友，維護國家安全可從個人做起。依家等我哋嚟聽下呢個簡單嘅故事。某日，小娟喺屋企用電腦上網，突然發覺自己嘅成績表被上載到社交平台上。成績表裏面有自己嘅姓名、班別同埋各科嘅成績。小娟因擔心其他人睇到自己嘅成績後會取笑佢，所以打算講俾媽媽知，但又唔想媽媽擔心，就笑住同媽媽講呢件事。媽媽其實都好擔心小娟嘅資料外泄，所以聯絡社交平台，投訴呢啲涉及個人私隱，要求平台將資料刪除。最後平台將小娟嘅成績表從平台中刪除。即使平台刪除咗小娟嘅成績表，但係小娟仲係有啲擔心。大家知唔知點解？每個人應該好好咁保護好自己嘅個人資料。國家安全還包括其他領域，只有守護國家，我們才有希望。